人讲做牛免惊无力通拖，早期的农村社会，水牛是袂当欠缺的主力。对着时代变迁，用水牛来做田，渐渐互这机器取代。为了要互后一代熟悉用牛种植文化，高雄的西湖国小安排看水牛入去学校，搁再结合着台语课程，互囡仔体验饲牛、摸牛，甚至用牛屎做蚊仔香，互囡仔认捌着早期的农村社会。摸牛角，功课稳当当。西湖国小有牛老师来上课咯，伫队长的带领，囡仔用手轻轻摸牛、饲牛、食草。学校安排即摆看水牛的神农体验，佮结合台语的课程，甲囡仔介绍过去农村社会牛甲牛民的关系。囡仔会当遮尔近距离甲牛互动，拢感觉真新鲜。第一次知道它跟树一样有那个年轮。之前从影片上有看过牛会反刍，可是第一次看过。防臭。刚才迄是用什么款物件做？用牛粉。课程当中，讲师也用台语甲囡仔古早时代农村俗语，亲像是摸牛头会出头，摸牛喙大富贵。牛耕队的队长表示讲，即马侪囡仔毋知影牛阁会当做田，是农民重要的朋友。过去伫田庄，便若是初中的工课，拢爱靠牛做伙完成。就是互因亲身来甲伊接触安尼，互因对较早咱的农业时代的一个真有代表性的动物，会当互因更较熟悉安尼。除了甲牛互动，其实牛屎嘛有路用，牛屎再利用会当做成分芳，学生囡仔拢算甲真欢喜。学校毋忘透过浸水式的课程，互囡仔有一摆趣味的神农体验。记者张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